今年的武汉影展探讨多元的身心障碍议题，包括自闭症、视觉失调症等等，拢总有。今仔日开始开放，予民众免费登记电影票，希望透过电影，互社会当了解到因的生活，嘛希望这弱势族群会当自立就业。点到点光，第5届武汉影展第19正式开幕。为着要促进身心障碍人士的就业平权，台北市劳动局和中建处举办影展，要透过播出电影，邀请社会大众企业做伙来认捌身心障碍者的生活。因为这些电影里面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剧情跟故事，也都是真人真事改编。那让我们真的觉得，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。在鼓励，在关心，在认识，在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机会。妈妈讲，我无适应地球的生活。今年影展的开幕片是公司台语台拍《阿波罗男孩》，讲的是一个自闭症家庭的故事。有自闭症的是阿兄，主要照顾者是妈妈。对单有所演的小妹的角度来看亲子关系的冲突。但有讲，较早敢若感觉身心障碍家庭真辛苦，因这出电影了后，才真正体会到，其实因和一般人同款，会面对坎坷路、亲情、友情等等的问题。希望社会加一寡关怀理解，帮助因自立。另外，这出电影主要用台语演出，伊讲为着要顺利演出是真正系真济苦工。台语来诠释这个本来是国语的剧本，更有魅力。阿波罗男孩，那也是出自公共电视台语台自制的一个作品。那也透过演员精彩的演出，跟深刻的剧情，那表达了就是身心障碍在面对社会跟家庭的一个样貌跟问题。今年的武汉影展播出电影，侪侪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作品。指导单位劳动局讲，希望透过这个免费的影展，会当让社会大众用爱和同理的心，加予身心障碍者工作机会，来帮助因自立，促进就业平权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